大家好，我係 Raymond。Hello，大家好，我係 Nicole。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咧收到好多求助嘅個案咧，都係有關於PGWP 拒簽嘅。咁如果大家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準備申請 PGWP，又或者等緊 PGWP 嘅審批咧，咁今日呢條片咧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因為咧以前嗰套漏交文件之後可以補交嘅心態咧，喺而家政策嘅環境之下咧，隨時咧會令到你連合法逗留嘅身份都會冇埋嘅。咁最近嘅大量拒簽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咧，係好多可能申請咧已經用咗 AI 做審批。咁一旦你嘅申請資料如果有問題，咁 AI 就會直接拒簽，就未必再俾第二次機會咧你去補交文件嘅啦。咁所以如果你份申請係有遺漏、有錯漏，或者文件準備得唔夠完整咧，風險咧就真係高咗好多噶啦。除咗 AI 有機會嗰個審批影響之外咧，咁實際上咧，而家 IRCC 咧佢審批規則咧，亦都比以前複雜咗好多，呢個亦都係事實。由2024年嘅11月1號開始，PGWP 佢新增咗英文同埋法文嘅語言要求，咁仲要睇埋你自己所讀嗰個課程咧，係咪合資格嘅 Field of Study 啦？咁亦都加上一直原有嘅要求，例如full time study 啊，畢業之後180日之內要作出申請，學校係咪有 DLI 嘅資格甚至乎你自己讀嘅課程係咪distance learning 咁等等，都好大影響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申請一唔小心咧，就好容易中伏噶啦。嗯，咁我哋歸納咗 PGWP 被拒個案啦，通常有5個原因。第一就係漏交文件，尤其是係語言成績。而家遞交 PGWP 嘅申請咧，就一定要交語言成績啦。咁而語言成績係必須係喺2年內有效，4個 skills 都要達標嘅。點為之達標咧？就係如果你譬如話讀college 或者係 non-university program，你每一個 skills 都要達到 CLB5。如果你讀嘅係 bachelor's degree、master degree 或者係 PhD 或者係其他 university program，每一個language skill 咧都要達到 CLB7。咁因為 RCC 嘅系統限制啦，冇一格係俾你放語言成績上去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放翻你個語言成績就係擺落 client information 嗰度。咁第二個好常見嘅原因啦，好多時學生以為自己讀完書就一定有 PGWP，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嘅 study permit 咧係喺2024年11月1號之後遞交，咁部分課程啦要睇埋個 field of study requirement，即係話你讀個課程除咗需要係 DLI 之外，仲要睇埋個 CIP code 係咪 IRCC 認可嘅 eligible field of study 嘅名單裏邊。咁唔係個個人都有呢個 requirement 嘅影響嘅。咁如果你個 study permit 啦喺2024年11月1號之前遞交，或者你讀嘅係合資格嘅航空學校啦、飛行學校啦，或者你讀嘅係 bachelor's degree、master 或者係 PhD，咁就唔需要有呢個 field of study requirement 嘅。咁如果你係有呢個 requirement 嘅話咧，就記得要提交埋 CIP code 呢個證明上去。嗯。咁而第三個拒簽嘅原因咧，有機會我哋比較見得多啲嘅啦，就係可能係你讀書嘅期間咧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嘅。咁出現啲乜問題咧？就係 PGWP 咧一般要求咧，你喺讀書嘅期間咧係每個學期咧其實都要保持咧一個 full time 嘅 study 只有最後一個學期咧係可以 part time 嘅人。咁如果你中途未經批准就自己放咗自己一段假期，咁又或者你所讀嗰個課程本身就唔係 PGWP 一啲嘅 eligible DLI 甚至乎有啲學校可能係 public-private 嘅 partnership 嘅program咁呢啲都係唔合乎 PGWP 嘅資格嘅。咁所以好多同學咧以為咧我總言之畢咗業就得啦。咁但係其實 IRCC 咧係連你讀書嗰個過程咧，佢都會睇埋嘅。例如有啲學校嘅 semester break 唔係擺喺個 summer 裏邊。咁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自己去申請 PGWP 嘅時候咧，就最好喺個 application 裏邊咧都同 IRCC 解釋一下。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令佢誤會咧，以為你喺讀書嘅過程當中咧，你自己已經放咗一段假期咁樣。咁至於第四個常見嘅原因咧，
就可能你本身個課程咧係一個 distance learning 嘅課程，咁呢個就特別要小心留意啦。因為移民局咧係要求咧你最少你讀嗰課程咧最少有50% 嘅課程咧係喺加拿大裏邊嘅 in class 去完成嘅。咁如果你有超過一半嘅課程係屬於 distance learning 咧，咁亦都會影響咗你 PGWP 嗰個申請資格嘅。咁至於最後一個常見嘅原因啦，就係可能係嗰個時間性上面咧有個出錯喺度。嗱，PGWP 喺我哋之前嗰啲片都同大家講過㗎啦。其實一般嘅一般咧，你都係要喺你自己完成自己課程之後咧，180日之內咧就要作出申請 PGWP。如果你個本身個 study permit 已經到期，而你又未遞交你嗰個 PGWP 嘅申請咧，咁可能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要喺90日之內咧去 restore 你自己原本學生嗰個身份，然之後先可以再去申請個 PGWP。咁移民局亦都講明啦，如果你嘅 permit 係喺permit 過咗期之後，你先做嗰個 restoration。咁你新嘅 work permit 未批出之前咧，其實你係唔可以工作嘅。OK，所以好多申請人啦，其實佢唔係因為自己學歷唔夠，而係可能咧佢嘅申請時間咧錯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機會咧你個身份咧一斷咧，咁就變咗係出事㗎啦。所以咧，而家如果 PGWP 大家係有被拒簽嘅話咧，就要部署下一步啦。咁第一咧，如果你係有個合理嘅基礎，咁就要考慮盡快做一個 reconsideration。咁例如移民局個拒簽信話你係漏交文件，咁譬如話你漏交語言成績啦，咁但係確實你係有交到嘅話咧，咁就可以要求移民局重新考慮你個 case。咁有啲就係其實佢真係冇交嘅，咁又點做咧？咁我哋最近咧都見到，其實移民局對 PGWP 冇交語言成績咧，其實就放寬咗少少。咁譬如話做翻 reconsideration 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嘅例子咧，都會有機會 reopen 翻你嘅 case，同埋可以批翻個 PGWP 俾你咯。咁第一當然啦，咁 reconsideration 咧就唔一定係成功嘅。咁好似我哋上一條片咁講啦，reconsideration 係需要時間，亦都係 subject to ILCC officer 嘅 discretion，所以寫呢封 reconsideration letter 就非常之緊要啦。咁如果萬一真係拒簽啦，咁你第二步要點樣咧？就係準備下 plan B 啦。因為如果你淨係等 reconsideration，可能係2個星期、1個月，甚至係幾個月，咁中間其實錯失咗好多補救嘅時間。等候 reconsideration 嘅期間，如果係180日內，你就可以申請apply 一個 restoration 加一個新嘅 PGWP 申請啦。咁萬一過咗180日，佢先俾個拒簽信你啦，而你又申請咗 Hong Kong Pathway 嘅 PR，咁你就可以申請一個 restoration 再加一個 OWP。咁有啲學生就我想繼續讀書，咁你就可以申請 restoration 加一個新嘅 study permit， 係啦。咁或者如果你個法文程度可以去到 NCLC 5啦，又有 job offer，咁你就可能可以試下呢個法語女工簽。咁如果大家你唔肯定自己已經遞交咗嗰個 PGWP 申請會唔會中伏，又或者可能你已經好唔好彩，你個申請已經收到拒簽，咁大家可以啦歡迎揾我哋去幫你去睇一睇，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辦法可以作出補救。咁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啦，拜拜。好，拜拜。